我还有点事。哎呀，不要了，进来吧。本来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，还是早点起来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嘛。你先进来，先聊着啊，我做东西给你们吃。哎，快下来，吃完东西再走哈。进来吧。本来是丁伟来看你的，但是他报的篮球社有场测试比赛，所以我就来了。麻烦你了，也帮我谢谢丁伟。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，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我知道 AI 是不会生病的。长安，你没发烧吧？249，知道你的目的地吗？知道，三间局区夏威夷路13楼7号。知道客户的名字吗？知道，江丽萍女士。好，在服务期满之前，我会给你新的指示。好的。OK， 现在出发吧。嗯。在我爸爸公司遇到的那个机器人，他居然比我更像人，比我更有感情，这很怪吧？小时候，爸爸过敏，还把你扔掉，幸好是妈妈坚持，才能把你送走。